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带大家来看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有2个州议员甲因的看守伫处理防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目前美国警方是已经掌握到一个假做警察的嫌犯，正在追查伊的下落。 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是前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长，也有伊的翁婿，因伫咧处理防开枪弹死。另外，也有一个参议员甲伊的太太，嘛拢着枪送病院倒咧治疗。警方表示，这个嫌犯假做警察，犯案了后，甲车放来就逃走。伫咧伊的车顶也有放反 Trump 示威的宣传单。为着安全，明尼苏达州所有的示威行动是拢已经取消。也因为这2位受害议员拢是民主党籍的，同款属于民主党的。 州长就质疑这件事件可能是政治对杀，因那总统川普也刊文来谴责暴力，强调会严办这件枪案。继续来关心到，伫咧美国时间6月14这天，各地要发动无王日的示威，各地方政府拢加派警力来防止这示威行动变作暴力冲突。另外，也有大约200个陆战队员嘛已经到洛杉矶，随着甲一个民众暂时拘留起来。 陆战队员紧紧跳落楼梯，举倒手警戒，会当看到距离伊无远的所在，有另外一名陆战队员当咧拘留一名民众。全美国团联的无王日示威，特别伫当地10时举行，包括纽约市甲发生示威活动过6天的洛杉矶市府，拢配置远警防范示威活动转作暴力冲突。洛杉矶有差不多200名陆战队员，伫透早到当地了后，接管保护威尔士联邦大楼，刷到着一名查甫人，疑似要接近大楼，就进行临时拘留，交互国土安全部的职员处理。了后，这名男子就获释放。Because I went past the yellow tape. The first time I wanted to cross under the yellow tape just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go all the way around. They told me to basically go back. I went back to the first checkpoint, and that's when they thought I was basically trying to do this again and become more aggressive. 大学表示，陆战队误会疑似抗议者才会进行拘留。美国军方嘛证实，这是暂时的部队进入洛杉矶了后执行的头一届拘留行动。因为美东时间10时，除了有无王日示威活动以外，发挥宪法大道嘛举行美国陆军建立250周年的纪念活动阅兵仪式。13有部分的抗议者冲破围栏，无顾警察走动，走去国会大楼要求取消阅兵游行。 Money for people, not parade. That say stand up, military stand down. 各部分抗议民众是用电动出版车伫洛杉矶马路走来走去，协助扣抗议活动产生的本数，这嘛加做抗议活动内底另外一款风景。I just hate trash. Just because we have trash for a president doesn't mean we got to live in trash. 我是新闻台是同朋友。 镜头来看到咱屏东茶城，昨有一台军车甲奥多麦相撞，这骑车33岁查某人是重伤不治死亡。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这车祸的原因也搁来调查。因那军方嘛表示讲，会搁加强官兵赛车的教育训练。 奥多麦倒伫咧路中，车架破去，也甲规涂骹。10时发生伫咧屏东青城乡山卡路的一件对撞的车祸，33岁姓陈的女子骑奥多麦，和一台军用车撞到，紧急送病院。我同你弄到人无？ 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表示，经过初步调查，26岁姓陈的军人所驶的军用车是属于台东地区指挥部一台轻型战术轮车，在执行任务的期间无顺利甲奥多麦撞到。目前配合案件的调查，警方表示双方拢无啉酒开车，不过骑奥多麦骹手正侪所在骨头断去，送病了意外死亡。原因为一台军用车辆于山脚路南向北直行。 与对向驾驶之不重机机车女子发生对撞，致该女子倒地四肢多处骨折，有救护车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急救，后转院至芳疗医院不治死亡。本部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厘清，并依军车保险作业规定办理后续事宜。车祸原因也搁伫咧继续调查。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讲，会继续强化官兵的行车安全教育加防卫驾驶的观念，维护部队行动安全。警方也呼吁民众，伫咧路的赛车骑车爱提高警觉，有当时危险是熊熊就会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台中逢甲大学有一丛树啊倒去，导致一个学生死亡，3个人受伤。针对这位不幸过身的姓吴的研究生，校方除了表示哀悼，全力协助家属，嘛会全面来检查校内131丛的树啊。有专家就表示讲，这有可能是树啊种的环境不好，树头才会烂去，也有可能是修剪的方式唔对，造成这场意外。不幸丧命的逢甲大学吴姓研究生的家属，真算是无材料辩护。台中逢甲大学13号尾仔嘛发生树啊倒去的意外，其中读材料研究所小四班1年仔的吴姓学生，甲女朋友刚好经过。吴姓研究生被直接逮着，当场失去生命真相，送医宣告不治。校方表示会尽力来协助家属。学校有跟这个明台产物保险的话，我们有就是完整的这个公共安全意外险。那另外的话，当然学生的话就会有学生保险的这个部分。对。校方表示，当时树啊倒去，直接牵着2个人，另外2个人是骨倒受到轻伤。而事发的地点就是校内忍树大道，树龄估计有60年。而校方统计，目前校内有131丛大型的乔木，其中有5丛状况无好，列管当中，每期都会请专家用药来治疗。而倒去的这丛，就是今年1月，嘛才拄治疗过，其他拢是每2年就会进行大型的修剪。不过学生表示，这丛树啊长久以来生长的状况就无好，跟其他树比较不一样，它是种在花圃里面，所以它生长空间本来就比较少。全案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案情。校方表示，事发这丛大树就会等待检方相验完毕了后来移除，卖专门来进行树的清查。不过，树木专家表示，是不是因为河根面来倒去爱过厘清？不过，仍旧是水平浅根的乔木，现场生长的空间不足，加上被小管木来围条的，造成土壤的湿气伤过重，真容易积水，所来烂根。认为修剪适当嘛是倒去的原因之一。他就没有跟他打薄啊，你变成你头发很密，你虽然帮我剪短发，但是我头发还很密，还是很重。他如果是自然塑形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附枝干嘛。他们这一棵是特别的多，这是修剪所导致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人为因素。江宏春表示，不同的修剪造成树外附枝干伤过密集。才来头重脚轻，除了个改善自在基本环境，修剪方式嘛要调整，才会使避免类似事件。公视新闻台中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第17届海峡论坛今仔日要开办，要扩大民间的交流，关注青年、基层、文化、甲经济等等的议题。中国讲有超过7000个人受邀请去参加。再来看《自由时报》，民众管理条例新制伫咧7月要实施，明定私立的公务也是塔位的业者，甲民众收的费用内底应该爱占至少12%的管理费，而且将民众管理基金甲管理费较做伙，要来加强安全保障甲灾害因应。落尾是《联合报》，台中船载日本食堂信如青鱼公司西区的负责人顶人是推出乌鱼子龙虾这寡海产的投资案，讲保证会当赚大钱，3档来收12亿8千万，提起算线顶的跋筊，一个利息发不出来，打去控告。咱继续来关心到台铁公司化是已经进入第2档，不过这1档来是已经有116个人是头落去啊。台铁表示讲，即马上欠做电的人，就连正厝嘛拢招袂满，会个继续对外来招募人才。因那台铁的企业工会是指出，这做电的介辛苦，然后状况爱抢修嘛，得爱随叫随到，因为佮甲公司来争取调整津贴等等，希望会当保留人才。泰拉克列车准备停靠树林站电管煞出现火星，经过检查是电力接收线无平，修完了后，完整2点完成接收线的整平作业。代替技术人员爱伫修办了后透明完成设备的测试，不过人力一直流失。内部员工讲，考入的速度未符履职的速度。当初报考的时候就已经人数不够了，因为基本上的薪资待遇里面，大家都会。现在目前也会想要来考试的人，对于薪资待遇来讲的话，是他们最主要的首选。台铁企业工会讲，台铁薪水比业界较少，以欠上一人的电务人员来讲，需要负责电信、电车线这设备的测试，一加保养维修工作，配合业务需要轮班，拄着抢修有可能爱提名。起薪3万6，虽然加津贴甲加班费有可能突破4万，不过有电子背景的员工，伫业界真侪人爱，电台因为有更好的薪水的离职。整个大环境大家都在抢，
人才啊，从业人员考试完电务这个区块呢，由他们电务自己来办一个招考，起薪可能不如高科技业的起薪嘛，再来看看要怎么来调整。代替公司化了后，已经进行2届招募，不过2届正处拢无够。第2届招募正处419人，目前当分推出报道，到5月已经有309人报道，这1年来已经有116个人离职。代替是讲，这块会依照顺序进用备取人员，因应业务的需要。记者综合报道。人事总处公布配合修法，要甲调整上班日来放年假，搁爱另外补班的规定取消，也就是讲未来补假唔免搁补班。另外，该当放假迄天，若是拄到拜六，就会伫咧前一天拜5来补假；，伊若是伫咧礼拜，就会伫咧加长天拜1来补假。为着放长假甲上班日调整放假了后使事情，或者是事后补班，连上6天班，阁会欢喜吗？112年旧历年假期1月27号礼拜5调整放假，使2月7号礼拜6补班，连上6天班，离112年发生过6届，引发部分民怨。为此，人事总处宣布删除调整上班日为放假日，爱补行上班的规定。国人就是已经习惯于周休2日了啦，所以说补班的话呢，可能大家就是会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基于民众的那个作息，那以及跟金融汇市能够接轨，所以我们就删除了补班的规定。人事总处表示，该放的假拢放会到，有民众支持删除，某人希望保持放长假的春秋，认为劳资应该协商。那就自己请假。对啊，所以你觉得这样不要强制大家就是连续放假，然后后来再补班，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吗？对，比较好。企业老板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顾虑嘛，那生产线啊，什么东西要服务，你说强制下去，有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困扰。那我觉得员工也不一定都觉得需要这样子，所以的确让他们自己去协商，有时候会更好。国内中小企业是表示配合调整。要放假的放假，补班的也放假这样子，资方的部分就自己去调节了。删除调整上班日为放假日了后爱补班的规定，嘛代表说下内底有补假无补班。这个处理要点嘛，增订纪念日、佮有节日、放假日拄着拜6礼拜免除补假日。以今年教师节做例，9礼拜是礼拜日，所以离后一天礼拜1 929补假。光复节10月25号是礼拜6，是离前一天礼拜5补假。公司新闻林静梅、陈碧如台北报道。自从爆发疫情以来，咱两岸的旅游是到今也未恢复正常。中国国台办指出，咱国是拒绝300外中国相关的人员专案申请来台湾参加台北夏季旅展。因为咱陆委会是表示讲，咱台湾的民众去中国旅游的风险是愈来愈悬，嘛无合双边对等的立场，才会无同意。广场空影影，敢若一团本国旅游团来访。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伫疫情前是中国团客一定会来的所在。甲远远正面的101做伙翕相是行程的特色。不过疫情后，两岸旅游一直拢无往来。今年2月，中国刺行团划停了后，代理会邀请中国相关业者申请来台参加夏季旅展，嘛去互拍倒转去。比较遗憾，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展，对大陆的旅游相关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也有助于这个旅游安全。本来是希望能够增进两岸关系的，就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南方陆委会声明，中国大陆人士来台参加2025台北夏季旅展，是为了招揽国人去大陆旅游。不过，为去年大陆方面公布电独22条了后，国人去大陆旅游的风险愈来愈悬，无符合专案申请的必要性条件，也甲两岸观光旅游双边对等的政策立场，所以主管机关则无同意。去年台北夏季旅展为中国12省市来的旅游产官界，拢总155个代表来台，是疫情了后上届大规模。安徽省文理厅副厅长也受邀请致辞，当时海基会表示，这是单方释出善意，希望一步一步，搁再有双方交流。即马又搁对立，旅游业者嘛真无奈。那假如说他们要真的旅游有需求的话，我们会联络当地的 local 来帮他们承接出他们所需要的车子啊、餐厅啊、饭店这些东西。从观光旅游产业的角度来思考，
更希望的是两岸能够透过小两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坐下来沟通。目前两岸禁团令无解决，不过旅游业者讲，每个月拢有旅客去中国佚佗。今年1月至3月，拢有15万外的中国客入境，双边拢有旅游的需求。学者建议两岸小两会会当继续协商，让两岸旅游会当有破冰的机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国大罢免进入第3阶段，上近7月底就举办投票。国民党即阵是拍拼咧宣传反罢免，党主席朱立伦嘛赶场起来斗相挺。民进党这边是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会谈，强调讲确定这投票的日子了后，得全力来协助。投什么？不同意罢免。到桃园替共党立委加油鼓励，大罢免进入第3阶段，一定上近7月底举行罢免投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淡水甲桃园呼吁支持者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罢免的制度，他们就是钻一个漏洞，只要1/4，25%出来投就罢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出来投，好不好？那朱立伦出动，无甲举前则甲朱立伦见面，讨论反罢免具体规划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就到文山区的市场，甲哪位赖书宝做伙扫街请求支持。大罢免大成功！蒋万安受访时阵去拄着抗议，伊笑笑的回应，抗议者后来去互警方击溃，无发生冲突。来肯托，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相关的反罢免，我们都会全面来进行。希望让所有的民众知道，一定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面对那样专列反罢免，立营谨慎对待。民进党新北市党部13伫板桥召开工作会议，邀请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会谈，了解团体需求，讲听候中选会公告罢免案投票日，会用文宣检定方式协助。听的觉得好像还有一些可以再多说什么的，或者你觉得说邀请党公职去开讲有一点麻烦，等不到时间，来，我们准备了书面文宣，什么亲中国，通通一张纸一次帮你讲到完。苏开会讲，新北市党部会到中永和淡水这区域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各区的公民团体需求全力配合，呼吁民众站出来罢免无适任的立委，守护台湾的民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前几天有民众骑倒摆去互一只狗仔虐，佮夹着伤。这狗仔主人原底讲要赔钱和解，但煞来反悔，受害者嘛决定要提告。动保处表示讲，会甲这只列作有攻击性的狗仔，以后若是伫咧公众场所无大人看咧，无做好防护，上当就要甲这狗仔主人罚到15万。旁边的狗冲出来，直接咬我们，然后我们主人就把它拖进去了。查某人惊到，甲警察讲，红熊熊冲出来狗夹着伤，主人就是甲狗诱转去离。你在里面啊？你在里面让它自己出来是吗？警察来查，主人心里讲当时无伫狗仔身躯边，代志发生伫初7暗时，民众行经过凤山区5甲1路巷仔，互狗夹着伤，骹盘添2针。原先主人同意赔偿，双方和解，无想要反悔，甲民众讲若要告就去告。他一开始说他要和解，然后他就说又丢了一句说我没有钱赔，不然你又告我去关。警方已通知事主，将与到案说明。全案依过失伤害，函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受理民众提告，早起去主人因兜查证，涉嫌咬人的狗仔已经用链仔链掉咧，有罪防护。要过呼吁民众讲，狗仔毋是头一摆咬人啊。高雄市动保处讲，这个案件无接到通报，会发公文予警察机关摕到资料了后，依照动保法来采取。狗仔也列做攻击性的狗仔，主人若是无照这个相关的规范，相关会甲罚15万。他咬过其他人哦？都有在绑啊，就刚好那天家搬衣柜啊，他就跑出去啊。将依动保法将该犬只列为攻击性犬只，后续出入公共场所或工作的出入场所，将依规定由成年人伴同，并且1.5公尺以内系绳及佩戴透气口罩等防护措施。月水伫高雄主营区，就这个特犬半个月内连续攻击2个人。另外，花莲台北也发生过比特犬去伤着人。高雄市动保处也提醒民众，市政府公告这个危险的狗仔，也是一般的狗仔，出入公共场所，拢要由7岁以上民众戴条例，若无相关的，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
近前日咧三峡有发生冲撞学生的车祸，这是引起全国的关注。即马桃园市也积极咧推动上下课的安全报道。不过前几工算是发生施工的违炸去互风扇倒去，险啊击着人的代志。有议员就质疑这工程管理做无好势，未输是车路的陷阱。因为目前在现场的违炸是拢已经加强固定，避免搁再发生事故。强风吹过路边施工废泥被吹倒，骑机车人经过险些被撞到，心情真惊吓。走路你可能比较慢，它过去你反应的过来，就是你不会刚好被砸到。可是骑车，然后你又比较快，砸过去的话，感觉摔下来蛮危险的。我觉得公务单位本来就是应该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啦。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有加石头，那就还可以啦，只是看这样有没有符合它的规范，会不会再造成第二次的倒塌这样。发生代志的地点是桃园中立区中立高小周围咧做的通下步道工程，议员质疑部分工程管理无做好，批评正做陷阱。目前现场的雨篮已经全部伫下骹白砖仔内底掉咧，增加下骹的重量，两个大人来讲拢正吃力。风大的时候应声而倒，造成用户朋友通行的危险，所以要求施工单位务必要做好安全防护。当下就派员跟会同施工的厂商到现场全面检视了一遍哦，那也全部加强完成。那在底部加强了它的重量。针对中立高小通下步道拓宽改善工程，现场围篱互强风吹倒的代志都发球解说。现场因为工程范围常常需要调整交通管制范围，安全护栏是用机动性质较悬的造根护栏，目前已经完成加强再当加防护，避免搁一摆互强风吹倒去。公视新闻桃园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东，以色列甲伊朗是互相发动空袭，造成耶路撒冷甲特拉维夫这两个所在世界拢传出爆炸声音。全球的领袖甲联合国是拢发表谴责。另外，伫咧核武这方面，国际原子能总署也来报告，讲伊朗的浓缩铀地面试验场是已经去互以色列炸掉啊。以色列的社区，咱嘛今日深夜会当看到徛在区内底汽车建造受到飞弹是击毁损。另外一边的社区，特拉维夫空中嘛一直有飞弹伫空袭。伫以色列空袭伊朗了后，伊朗伫当地13个暗時對以色列發動報復性的空襲，造成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等等以色列主要社區都會當聽到爆炸聲。So we are in the heart of a civilian area, and rockets fell here and made a massive destruction. We can see here buildings that were actually attacked and destroyed. And there are people trapped here, and we try to rescue them. 伊朗即届的报复反击破射超过150粒的飞弹，甲超过100只的无人机，其中大部分拢互以色列防卫系统砸落来。这波攻击互以色列各地响起空袭警报，造成7少所在人受伤。有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嘛有协助哪吒部分飞起以色列的伊朗飞弹。为此，伊朗甲以色列自联合国大使各地联合国会议互相指责。伊朗大使批评以色列攻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公开违反国际法，嘛指责美国协助稳准这个环境根本是强犯。以色列大使是反击，讲以色列等待美国甲伊朗的核谈判，所看到伊朗伫虚假让步，有在夹击拖线谈判，认为以军的行动是保卫国家的行动。伫美国国际组织事务局驻钦官员皮特是表态，美国大使知影以色列的行动，也毋过并无参与军事行动。But I think the key point is this was done with at least U.S. toleration, if not active U.S. support. 对于中东情势的升级，联合国甲全球各国的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施凯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拢谴责升级中东情势相关国家，呼吁各方爱冷静克制。另外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斯是向联合国汇报，伊朗的浓缩铀地面试验场已经互以色列空袭毁掉了。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天气不理在，做回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6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5度。
也有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